来看南投市的因盘国小，今年的招生创新高哦。过去学校只有8个学生，今年是增加到22个。校长是讲有校友捐钱，和学校会当来提供学生下课了后免费而且真丰富的课程，所以成袂少家长甲囡仔送来遮。这间伫南投市的营盘国小，用过平均一档只有8个学生啊，险啊荒废后，不过有校友赞助经费，免费提供日语、英语、围棋、卡球等等多元课程，让家长真肯定。今年学生人数增加到22个，都很有趣，教练都很专业，很厉害。最喜欢是哪一个？我最喜欢的课是足球课，免费提供给幼儿园的孩子去进行这些活动，因为现在双薪家庭确实是蛮多的。那家长有这个需求，然后校方提供给我们免费的服务。校长讲，真感谢校友会投入经费，成立社会企业，把所有利润拢捐予学校，提供学生免费课程，让学生下课的生活变得真丰富。本校都开了很多免费的多元的课程，经由这个多元的学习，增加他们的能力。伫营盘国小，唔但国校的学生，连幼儿园的囡仔也会使上这的免费课程。等于讲，读这间学校的学生，为2岁到12岁，会当有10年免费的课外学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